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大家平安。今天要进入到这个为自己祈祷的这个课程啊，就是可以跟神建立更亲密、更亲近的关系。那我不晓得你们以前在生活上，你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比较会在什么时候为自己祷告？什么情况会为自己祷告？遇到困难，看到没有？紧张啊！小时候的时候，你曾经为什么祷告过？小孩子的时候，为了礼物啦，为了功课啦，还有东西掉了啊，怎么让我找到？然后人家在哪里啊？就是我们为了很多我们想要的，或我们得不到的，或失落的。失去的东西，我们会很具体的想要找到，我们想要上帝可以马上改变我的困境，这个时候我们会祷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为自己祈祷，有时候会落入到一个好像说，有人问我说：“啊，你为自己祷告，一直为自己祷告，会不会太自私了？”我们常常都要祷告，都要为什么？为别人，为国家。为社会啊，好多人好会带祷，可是我常问那些很会带祷的人，我说：那你为自己祷告过什么？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很会为别人祷告，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好好的会为自己祷告过？如果今天我们要遇到什么重大事件啊，什么考试啊，什么东西要求职啊，我们才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如果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为自己祷告吗？会不会？很难吧？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遇到困难才跟他有关系，还是随时跟他有关系？随时。这都是讲标准答案的哦。我问大家你会不会渴望你跟父亲母亲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你想要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你希不希望这样？希望。还是只有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要跟他们讲话？你们希望是聊天也可以跟他聊天，讲笑话也可以跟他讲笑话，然后你们希不希望跟他的关系是很自然啊？你们希不希望啊？希望啊！可是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就不自然啊。只有遇到困难才在这祷告，或者是特定的时间要灵修了，我才来跟上帝祷告，跟他讲话。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灵修时刻就是我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跪下来才祷告，或者坐着祷告。我问大家，今天如果旁边坐着你的爸爸或者妈妈，然后看电视了，你很开心，你会不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会啊。你去玩的时候看到风景好漂亮，你想不想说一个你所爱的人在旁边是可以跟你聊的，可以让你说哇，分享你的快乐，你希不希望？希望啊。那问题是那些时刻，上帝在哪里？随时都在啊。可是你真的有感受到你随时是可以跟他说话的吗？可以，可以哈。诚实的话要诚实说。那我问大家我现在问大家，我们在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很直接的告诉他说，比如说小孩子会讲说，我想吃那个，你就会跟爸爸说我想要吃那个，他就会买给你吃嘛，对不对？可是呢，有些事情你不一定都告诉父母。请问，什么事情你会讲，什么事情你不会讲？来，我现在问大家去思考看看，从小你成长过程中，什么事情你会筛选告诉父母，什么事情你筛选不告诉父母的？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看，了解一下说，你什么事情会告诉父母，什么事情不会告诉父母？来，
我自己想一下啊，自己对话一下，什么事情会告诉你，什么事情不会告诉你？好，那我想听一下，这位姐妹啊，什么名字啊？那慧文姐妹，我问你啊，你什么事情小时候诚实一点啊？什么事情你会跟父母讲？什么事情你不一定会跟他讲？缴钱的时候一定要跟父母讲，然后呢，什么事情不会讲？被老师打、被罚写的时候不会跟他讲。来，请问还有新的答案？什么答案？这个是一种答案。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但是我想就不会跟他讲。这个是很标准，这个很诚实。还有没有？什么会讲，什么不会讲？你们想得到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吗？做了会被骂，就是我当然不要讲啊。那还有呢？你们都没有想过哦，有的事情你不讲，不一定是怕处罚耶。怕担忧吗？怕他担心。我可以告诉各位哦，我们都好希望随时随地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讲我们的心事，但是我们常常都不讲啊，因为我们要衡量什么？后果如何？可是呢，对我来讲，这个会影响什么？一个人成长的历程，这样会影响什么？他以后长大之后的个性，他会筛选什么事情要跟他最爱的人讲，什么事情不要跟最爱的人讲。你知道吗？这个如果把它延伸到信仰，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事情你不会祷告，有的事情你会祷告。因为如果你知道那做的事情上帝不喜欢，你祷告什么？你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很不好啊，你就不会想要祷告了。或他一定不会。那我问你，如果说你要问说上帝你喜欢我做这个事或不喜欢的人，通常他都已经知道上帝喜不喜欢你，还祷告什么？上帝，我可以去偷东西吗？你会祷告吗？不会吗？我可以嫉妒人吗？你不会祷告吗？你就嫉妒下去了呢。请问一下，你在嫉妒别人的时候，你怎么祷告来？你发现说，我很嫉妒他，你那时候你会祷告什么？主啊，让他失败，是这样吗？不是，不然你祷告什么？我很嫉妒他的时候，我在祷告什么？你不是说随时都祷告吗？那时候你会祷告什么？你嫉妒他，你在祷告什么啦？比他更好。有一种祷告是主啊，我要比他更好；另外一种就是主啊，让我不要嫉妒，对不对？是这样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为自己祷告都失败吗？因为我们已经嫉妒了，然后告诉上帝说你要制止我的嫉妒，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提升我比他更厉害，不然就是让我可以心胸宽广的不要嫉妒他，大概就是这样嘛。你们觉得这样的祷告有真的听懂自己吗？有真的吗？你听到的是嫉妒，可是你听得到他为什么嫉妒吗？你听得到吗？我们太多的时候以为灵修就是诚实的跟神讲的意思，就是我很容易嫉妒人。有两种说法，就是主啊，你让我心胸宽广，不要去嫉妒他；一个就是主啊，你让我更厉害，我就不会嫉妒他了，换他来嫉妒我。这样也不太对吧？就是你知道多少人的祷告是他忘了他加油努力求神让他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再嫉妒别人了。所以他以为我不要嫉妒他的方式就是我只求上帝，你让我不断的进步啊，我很努力啊，然后我成功啊，我就不会嫉妒他了，对不对？这是潜在的一个想法，他这里不会承认的。所以你知道多少人为自己的努力要有成就而祷告，你知道吗？多少？可是他的反向是什么？因为他很怕他失败会被笑，要笑自己，他会看不起自己，然后他会嫉妒别人。所以如果你让我成功，我就有度量不嫉妒人啊。但是听不懂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听不懂自己，然后我们为自己祷告的东西，就是一直要改变，甚至要去指使
指使上帝来成就我想要的。我们常常讲说，神啊，我愿你的国降临，我想要懂你的旨意。可是呢，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旨意呢，应该是说，用我的旨意能够实现啊。这种心态很多小孩子都有啊。真的啊，我那时候也有，我就觉得我想要，我就祷告说我想要这其实是蛮失信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人的受伤，人的渴望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恢复我们的健康，我常常在问人家说，如果从根本的做起，让你根本连嫉妒都不会想要嫉妒人，你要不要？你曾经怎么求，你知道吗？你求什么？主啊，让我不要嫉妒人。就像有一首歌，不是说叫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然后最后就很生气的那个人，你有看过吗？网络有，那是一个诗歌呢。你搜寻不要生气就有了。然后有很多不是基督徒就哭诉他，你知道吗？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然后后来就唱到后来就很生气，摔东西。我们常常在行为上做祷告，应该讲说，你回想一下，你多少时候为自己祷告，都是有一些行为上要改变，或自己的想法想要改变，或自己的成就要，那你才会为自己祷告。可是我们很少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越来越健康，所谓的健康就是恢复上帝所当初创造的美好。那种我活得很开心，你也活得很开心，我们可以很诚实而且很自在的做自己。我不用担心我的价值会不见，我不用担心我比输了会丢脸。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渴望这种自在、这种新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就落入一直求。可是如果你的祷告是建立那种爱的关系，爱与被爱的关系的话，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自由。你才会懂一件事情，什么叫做随时都可以祷告。我随时都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不舒服，我要跟他求，我要懂我的不舒服。我现在讲的就是不是在每一个不好的状况求他改变，我不求。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想要去求一个人怎样，我求主改变他。我不做这种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被恢复、被爱触摸的人，他的身体健康起来，他其实症状都会不见。可是我们却常常在症状上面，应该简单讲说，我们常常在症状为自己祷告。主啊，我头痛，求你给我不要头痛；主啊，我脚痛，求你不要让我脚痛。我们有没有渴望过，我们如果是全身都健康起来的时候，就头痛脚痛就不见了？那嫉妒不是问题，对我来说，嫉妒绝对不是问题，焦虑不是问题，你的生命不是问题，它是因为受苦受伤、灵性受损之后，它才会反映出这样的行为。所以对我来讲，我的目标很简单，我跟神求的目标就是主啊，你让我越来越靠近自己，越来越靠近你。我的生命越来越健康，这些症状就会慢慢解除。所以很多人来跟我谈的时候都谈症状，我要他们祷告都不是为症状祷告，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不同吗？你会渴望牧师为你祷告，就是主啊，让我不要焦虑啦，祷告让我可以开放我的心胸啊，可以怎样啊？我说这个东西不用祷告，我要求神给我们更好的，就是健康，一个健康的心灵。所以你知道多少人从小受伤都靠自己度过的，你知道吗？从小受伤靠自己度过，坚强、勇敢，多少人？请问一下，有一句话叫做“靠山倒”，然后靠人呢？人跑。然后接下去那句话就是经典的，大家都知道的。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所以只能靠谁？小时候有没有这种观念过？曾经有过这种观念吗？我谁都不靠，因为靠他们安不安全？
最后我只能靠谁？自己。讲这样的人，我常常跟他讲说，你对自己很不好，因为你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因为他也是人啊，所以人会不会好啊？所以你怎么可以靠你？你靠你也是人啊。你这句话有矛盾，你们懂吗？靠山跑得倒，靠人跑，所以只能靠自己，这是非常不成立的一句话，因为除非你不是人，你是不是人？是啊，所以你也会跑啊。所以你知道人有时候会背叛自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还不太懂说，我们曾经走过靠自己很长的一段路的人，是不会为自己祷告的，因为为自己祷告就会用利益关系，然后立即改变的关系去为自己祷告。我们会设下很多的条件来告诉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要成为那样的人。主啊，你让我成为那样的人。我们的祷告都是在要自己变成我要的那个样子。可是你有想过吗？神要触摸你，要改变你，要医治你，是要让你缺少灵性受损的地方可以被修复。你灵性受损的地方修复之后，那些所谓的症状就会自然不药而愈。你到底要还是不要？我问过很多人，他们说要，但是呢，回去祷告还是主啊，我头痛了，你不要让我头痛了，主啊，你让我们还是用遇到困难，然后为困难祷告，我们没有在为这个生命祷告。请问一下，焦虑的性格，他需不需要经过一段的熬炼，他才会越来越焦虑？要不要？你在不在乎一个焦虑的人，他受过多少委屈才会焦虑？你在不在乎？在乎吗？因为你都为他的焦虑祷告，你不为他的受伤祷告。你说主啊，让他不要焦虑，你怎么会在乎他的过程？那个过程有多少的失望，那种多少的惊吓，多少的委屈没有被了解，我们却叫上帝让他不要难过。我会用一些时间去听人的故事，是因为我真的好希望他们可以也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听到自己声音越深的人，他就会越交托的越清楚。很简单的东西，只要你愿意诚实，他其实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很直接交托在神的面前。我在这本册子为自己祈祷的册子上面，我特别其实在写这个册子的时候，有分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是刘启昌牧师是我的同学他在祷告系列里面，他前面写了祈祷的态度跟方法，每一本的祈祷册子前面都是这个祈祷的态度跟方法。然后呢，后面他请了很多人写不同的祷告的主题，他其中邀请我写为自己祈祷跟为家庭祈祷。那我还记得第一次2012嘛，12的时候还11的时候去找我的时候，魏鼎牧师就带了一叠的为自己祈祷的册子，因为他收集了各个出版社的为自己祈祷的小册子，就拿了一叠给我说，你可以参考看看，然后不然你没有方向可以写啊。然后感谢他给我这个一叠的册子，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决定不写了，因为我写这个干嘛？如果照这个写，就看这些就好了。他的册子都很简单就是生病的时候他就把你的名字填上去，失望的时候把你的名字填上去，下面就有祷文嘛，主啊，我很绝望啊，怎样啊，什么求你医治我这个就是等于标准的话，然后把名字填上去。我说这样子你拿那么多给我，你就用这个就好了，那你叫我写什么？他说没有啦，就看你参考。我说参考完的结果就是我不写这种人，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就看你要怎么写。所以我的写的方法就很简单，我说我一定要先从真实的交托开始，所以我一定要陪伴用这个册子的人可以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那怎么样帮助自己诚实？我有我的方法，因为我在陪伴这些受苦的人，我是怎么去引导他们开始慢慢的诚实于一件事情。那这个祈祷的态度跟方法，我稍微讲一下，是景昌牧师写的
那我觉得可以参考看看。他在讲的那个祈祷是人向上帝的倾诉，然后吐露他的心声啊。这个吐露心声是最主要的，而不是一直想要去就心里的感受的一个倾诉啊。然后他是人能够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也会是祷告里面很重要的。所以讲自己的心里的倾诉，然后听上帝的声音，这个态度不是去命令上帝，没有要指挥上帝，他是要讲自己的心里的感受给上帝听，然后聆听上帝要对你说话，这两个很重要，它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人借着祈祷跟上帝能够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祷告其实是维系一个亲密关系很重要的，就有点像是你跟你所爱的人为什么要聊天？为什么？你要交流，亲密的交流啊，然后眼神啊，然后讲话啊，然后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关系，就是透过聊天，透过谈话，所以你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他每次要跟你讲话，你说浪费时间不讲了，你去忙你的，我忙我的，然后我们把家庭都赚钱养好就好了，不要一直跟我聊天，然后聊天很浪费时间，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没有聊天各过各的，久了会怎样？关系会越亲密还是疏离？会疏离哦，疏离哦。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只是我做好我的服事，然后你做你去帮助别人，我来做我的，久了就会疏离了好，那他在讲到那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敬虔的态度。而且我们在祈求的不是要僭越上帝，不是要求那个。我说是在那个态度，敬虔的态度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想要做上帝去指挥，我听到有些人祷告真的是有时候会害怕有的人祷告真的是好像听起来是很火热，可是他命令上帝的态度真的是超不客气的。真的，就好像你是主人，他是被你使唤的人一样。再来就是必须承认自己的贫穷、贫乏，自己的贫乏，这个就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是需要把自己的渴望跟缺乏你要拿得出来？因为这个缺乏，你才会知道你多么渴望，才会热切，而不是叫自己一定要热切。我看到有些人的祷告很热切，可是他不一定知道他的缺乏。热切也是可以模仿的，我不太喜欢模仿，但是我看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会模仿语气，特别是语气的模仿，让我觉得不需要热切的人都是那样的语气。我在不同的教派也观摩过，就是有不同的，有的教会会有某一种模式，就是这样才叫做热切。那对我来讲，太自私的原因是。如果大家的口气都要这样这有时候不吻合我的个性我可以用我的方式表达我的热切，为什么一定要都那样才是热切？如果你没有那样，别人就觉得你不属于。那这个常常会觉得说，祷告为什么要让你来框我？怎样是热切？我问你，如果我一定要声音要很热切，这样子才叫热切，那请问一下，如果不是的人就不热切了吗？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对不起我这样讲的意思没有在否定任何人，我的意思是说我尊重你要用什么方式，可是请你不要把它弄成标准式，那种人才是热切。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方式的热切，都可以。所以，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热切，别人看不出来，只有你跟神之间，你要承认自己的贫穷。第三个原则是必须要抛弃夸耀自己、自以为意的念头。祷告里面有人会夸耀自己的自以为意你们可以稍微用心去听懂我一下，就是有的人在祷告的时候，先把自己我听过一些祷告就是他在祷告好像是在赞美神，可是他讲的态度把那个感谢主拿掉，都是在讲我最棒、我最好、我最厉害。主啊，我感谢你让我考试得第1名。
主啊，我感谢你让我很聪明啊，那这样啊，然后你把那个感谢主拿掉的时候，我是最聪明的，我是最可爱的，我是那个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我同事讲给我听的说，他一个新的同事来，啊，新的同事来介绍他自己，他就上台，他说各位好。你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来，好，我未必会是最聪明的，我未必会是最可爱的，我未必会是最什么，然后一直讲，他说我这个人那么谦虚，一直在未必会是未必，然后他说最后才讲说我姓魏，不必会，我未必会是最可爱的，我未必会是最，然后他其实是蛮自夸的，你知道吗？未必会，我未必会，哦，所以意思是说感谢主拿掉的时候，就是我是最聪明的，我是最棒的。很多基督徒的那个祷告，就是有一些包装之后，其实你是要讲你自己很厉害。那第四个原则是，祈祷的时候你要确实相信你能够得到。这样的祈求是，对我来说也是在操练里面很重要的学习。但我要说的是，当你越懂得祷告是跟神之间建立关系，那你所要得到的绝对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我要等一下操练的时候你们知道，所以敬虔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缺乏跟认罪，抛弃一些夸耀自己的自以为意的念头，然后迫切的追求相信的获得，这就是祷告的一个很基本的态度。好，这个部分昨天有谈过了，那如果没有来的人，你可以再看一下，就是其实。不是没有每一个人在属灵的需求上能够健康的得到满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的得到满足。在发展心理学里面有谈到，我特别讲一下那个埃里克森的那个发展心理，他有谈到人从出生一直到年老，他有不同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是有他的任务。要完成，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出生，他要长大成为一个大人，他在某个阶段，他要开始摸索、冒险，然后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几岁的孩子会开始想要做自己，然后想要自己试试看？几岁的小孩会很想我自己来？几岁？你没带过小孩子的哦？几岁的孩子比较会，我讲话都还不是很清楚哦。我记起会，我几岁？2、3岁的时候，那个是上帝创造很奇妙，人的那个发展都会有一定的那个历程。那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很棒的地方，它是做了很多的归纳他看到很多人的那个行为模式，他看到说，这个年纪的孩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他要大量的去探索，然后去自己去做。然后让他建立自信，然后让他找到他自己。可是这一关我过不了比如说我记起来，你跟他笑说，你连讲话都操连呆，你要记起来，算了吧你这样跟他笑，他就受损。这个心理学，他在发展心理学在讲到说，如果每一个阶段他受损，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会带到下一个阶段去，想要再去满足。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直被压抑、被打压、不被满足的时候，它的发展历程就会一直把遗憾带到下一个阶段，再带到下一个阶段，再带到下一个阶段，就像滚雪球一样。如果越受伤的孩子，他滚雪球越大，到后来他会分不清楚是哪一个阶段受伤，因为这个阶段受伤没有满足，到下一个阶段他想要去挽回一层又不行。然后特别是3岁的小孩，如果他没有满足好奇心做自己。他到另外一个阶段会开始想要再做多一点，是什么阶段？你知道吗？青少年的青春期。哇！如果他是一个管教很严，从小3岁就笑他，不让他做，到青春期又管得很严的孩子，他就会再被打压一次，然后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到几岁的时候，他会想要再做自己一次，你知道吗？成人期的什么时候？叫他什么都要有一点硬的成就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年的时候，40、50岁的时候，再来一关，
我就是要做给你看，我要做自己，所以起重机啦、冒险跳伞啦、什么浮潜啊，什么都是事业有一点成就之后，他以前没有好好做自己，所以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做自己，所以他不管家庭，他不管孩子，不管什么，我就是要做自己。我看到这种中年人，我会觉得天哪，在他里面住着一个没有满足、没有被满足的小孩。你知道多少时候我在人际互动里面，在家庭关系里面，我看到好多的小孩出来闹事情，特别是那个跟孩子争宠的有没有？妈妈在照顾2个孩子，结果那个老公跑出来说不公平啦，我也要啦。爱的是囡仔，你知道？他小孩子没有满足到，你懂吗？所以没有满足到，他现在看到他的孩子可以得到这种福利，他会很不舒服的耶。那我就开始变成看小孩子跟他计较，就跟你计较。所以当他在计较的时候，他里面我看到是那个没有发展成功的小男孩在那边要东西，不是就男生会，女生也会你知道公主病吗？有的人说我是公主，但是我没有病。通常这样子人都很有病我是公主，但是我没有病。他就是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有可能他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得到有机会，他就想要争取。然后呢，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举个例子，有那种很有成就、很有能力的女性姐妹，然后她只要遇到一个男生，是她认为她可以想要靠他的肩膀的时候她的坚强全部都不见就跑出一个小女生来，人家不会，她说闪你，我就是看中你，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你现在跟我这边闪一什么都不会，你骗我。他说我真的，人家真的不会，连娃娃音都会出来。我要跟各位讲，你如果知道那个发展不顺利的情况，每一个人都不同，你才会知道说，那为自己祷告是要祷告什么？其实你是要去看到说，一个人的发展过程里面，他什么满足，什么没有满足，什么过多，过多会不会受伤？会呢。好，假设我今天很希望别人关心我，可是我在那个年纪的满足是我需要被尊重。假设我是3岁的孩子，我想要自己做，你也可以陪我，让我自己做，尊重我所做的。可是因为旁边都是大人，都是关心我的、担心我的人，他都不让我摸索，他是以爱的名义让我不要做自己。你不要我来的好，这走的你也不要。像唯一的男生就很惨最小的，然后全部都是姐姐。你看我起一甲崩啦，帮你洗澡，什么都是姐姐们要负担的。那这个孩子算什么？3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叫什么？我想要做，可是什么都不行，因为他们都很厉害都帮我做了。那这个男孩会觉得自己是这样，废人。可是你说想说。你现在不知死活，大家都在这个呢，做成这个样子的，你还在废人，你是怎样？所以你知道为自己祈祷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能拿别人跟自己来比较？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去教训别人？因为你不知道他经过什么路，你不知道他多痛。如果知道自己的委屈、失落、难过的人，会为自己祈祷的人，他会诚实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的独特的受伤，你们不懂没关系，但是我一定要懂。还有你的受伤是什么，我不懂，我一定要不耻下问。我绝对不会因为所以会很诚实为自己祈祷的人，就能够很诚实为别人祈祷。因为你为别人祈祷，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说主啊，让他能够知足感恩。他已经都很好了，他还在抱怨，这样懂吗？你的祷告就不会是这种，因为你看到他的表现是不符合你的期待因为假设今天举一个例子常常被关心到快吐的人，跟一个被忽略到自己生死没有人管的人，两个人碰撞在一起，有什么火花？你知道吗？一个就是只要你关心我，我就想吐；一个是你不关心我，我就想吐。就是
两个都很想吐，但是一个是你关心我我就想吐，一个是我没有被关心我就想吐，那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彼此吸引。知道为什么会彼此吸引吗？因为你很羡慕他得到的你很羡慕他得到的，两个在一起就吐在一起。因为缺乏的人他会一直觉得说你怎么都不来关心我一下，那个想吐的人说，我就是不要让你吐，所以我不关心你，你不知道。你不觉得人没有得医治的时候，或者一个EDS相处起来好困难，你知道吗？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常常落入一个很深的陷阱，就是我们并不懂得我们在哪里受伤。我要感谢上帝是，在我的信仰的里面，我以前不太懂什么叫做一个心灵的受创。我以前真的，我坦白说，我以前认为，只要家庭有变故的人才是受伤的人。只要你有家暴才是受伤的人，只要你能够说出一些、挤出一些家庭不舒服，比如说破产啦，爸爸有家暴啦、喝酒啦，妈妈怎样啦，或是单亲啦，我才会觉得这些人好辛苦需要神的爱医治。我以前都是这样认为，所以对我来讲，我完全没有办法发现我是受伤的。而且我不断的在陪伴这些人，我都觉得越陪伴我就觉得我越要感谢主。你看我都没有这些鸟事发生在我的家庭，我就一直安慰自己，劝自己要开心，要感恩。所以我的自我祷告就祷告不到我的深层地方。我真的感谢上帝是让我不断的被碰撞出来，特别当别人都很诚实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诚实。可以让我觉得有一个自我挑战，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诚实？为什么？因为他信任我。所以其实没有那个对错，我一定要讲说，我们在为自己祈祷，不是在挖自己的伤疤的意思，不是。但是为自己祈祷是容许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提醒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聚会或碰撞里面跑出什么东西来，我们不要逃避，不要消灭，不要想要解决。我们常常会想要解决，比如说有人如果告诉你说，我在遇到什么挫折，然后你就开始担心要怎么样让他的挫折解决，所以你就开始说，来，我们一起坐下来想办法，怎么样把那个挫折改变。来，你说你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就开始跟你讲。那这样谈的过程就是要解决你的挫折情境，让你不要挫败，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样的解决就无法为他的缺乏祷告，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告诉你他挫折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挫折感跟经验是有关的，就是说为什么一样这个事情，有的人会挫折，有的人不会挫折，你知道吗？跟他生命经验有关。比如说别人跟你只教你一下说，这个可以不要放这里吗？你就很受伤。跟一个人，你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做的不是很好，我觉得可不可以这样做做看？他都觉得 OK。一个很小的事情，他就会在乎；跟一个很大的事情，他都不会在乎，是来自于他的经验。如果你知道生命经验会有反应是很正常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那些反应。所以这个特别这个测试，我会写到有3个很重要可以祷告的操练，3个就是3个主要的情绪我要特别感谢有一个牧者，女性的牧者，她跟我分享她的经验之后，让我写出这3个这怎么说呢？这个牧者女性的牧者，她去参加一个避静的时候，我把这个原委讲一下。然后他们都是女性的牧者然后去到一个退休院，一个灵修，就是天主教灵修中心，然后带领的修女呢，就跟他们讲说每一个人发一张白纸。那因为他们都受过很多神学训练还有牧养的经验，所以他说你的白纸都拿回去然后每个人一间那个避静的那个寝室，他们的都很简单，一张床，然后一个十字架，然后就是这样，他就进去里面。然后他告诉他们说，
先不要祷告。但是你们进去的时候，跟这3个情绪有关的经验，如果你想得到，就把它写起来就好，不要祷告。哪3个呢？第一个就是恐惧、害怕、焦虑恐惧、害怕、焦虑。第2个就是失落、悲伤。第3个就是愤怒、生气这3个经验了哈。你想得到的就写起来，然后不要祷告，不能祷告，因为他很怕说你们一祷告下去就想要解决先不要。然后呢，这个他们本来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张纸，然后写这3个情绪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就各自进到自己的房间去，不能看圣经，不能祷告，就是有看那个白纸，然后想一下自己曾经从小的经验。你知道，他说经过10-20分钟之后，他自己开始难过起来。他听到那个走廊，从走廊传出来不同房间的都充满了什么？哭声。这些女性的牧者都开始哭，一下子这里哭，一下子那里哭，哭得很大声，因为不能祷告。然后想到的时候，好痛。那些经验都是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面对的经验，他以为过了就过了，但是出来之后完全没办法，就开始哭。然后那时候修女才一个一个房间去敲，需要回应还是什么，然后就进去，他就去说哪一个东西触碰到他，然后就开始讲故事，再为他祷告。他回来跟我分享的震撼。他说：“你看，这些都是助人的牧者，要牧养别人的牧者，可是他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痛，从来没有好好听见自己的痛。我们一直安慰别人，教导别人，为别人祷告，可是我们少有机会去碰到自己没有被医治的创伤。所以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呛一下说：‘哎呦，我刚好在想说要怎么写这个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耶。’所以我就把这3个情绪分成3个主要的 section。一个就是我先从焦虑、害怕这个部分，恐惧这个部分。那我这3个部分的操练，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不是没事去祷告，是遇到恐惧、焦虑的时候去祷告，遇到失落、悲伤的时候去祷告，遇到愤怒的时候去祷告。所以这个操练不是叫你没事做这个祷告，是有事才祷告。所以那个册子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地方，是不是你没事拿在那里祷告，而是你真的遭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你很诚实的去做祷告，你就会在祷告里面可以经历到，慢慢的去懂自己，也遇见神。所以这个3个情绪的重要，为什么我会用这3个情绪？因为他分享给我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情绪，但是我后来归纳成这个3个情绪是为什么？因为人最起初的情绪，你们知道愤怒不会是原始情绪，你们知道吗？愤怒，生气啦，愤怒不会是原始的。其实最原始的情绪，对一个孩子来讲，最原始的是恐惧。你以为他在生气吗？他是怕说被遗弃的时候，他才会生气啊。所以他的害怕是先于他的什么？愤怒。比如说他饿了，他一直哭，他是怕说没有人会喂他，会死掉，所以他哭了好久，你都没有出现，他才会开始生气。所以其实最原始的都是恐惧。比如说一个孩子面对家庭的纷争暴力，其实小孩子第一时间绝对不是愤怒。你看到父母在吵架，第一时间小孩子，请问第一时间是愤怒吗？是什么？害怕、恐惧。当你被误解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是愤怒吗？不是，失望。所以我觉得前面2个情绪，恐惧、焦虑跟失落、悲伤，这2个是非常基本，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出现的情绪。愤怒都是这2个情绪没有办法得到了解跟接纳之后跑出来的才是愤怒。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祷告都是从强烈的开始祷告，你都会先祷告什么？愤怒。我们很少
听懂一个人最原始的情绪，好好的交托，包括自己。比如说父母吵架，然后你到后来受不了了，你会大骂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孩子每次都吵，开始是焦虑紧张嘛，小时候你躲起来，可是慢慢他还继续吵，你可能再长大一点，你就会绝望、失望，你就算了，我跟你计较，你们吵你们的。可是呢，继续吵下去的时候，最后他会愤怒啊，有的跟我讲那个过程，然后跑出来说你们离婚算了，愤怒。然后呢，通常他信主之后，他第一时间为自己祷告，他是祷告哪一部分？你们知道吗？最强烈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愤怒。先为愤怒祷告，然后认罪，然后说他不应该对父母很凶，一堆的控诉又来。他不会为那个从小充满了恐惧的孩子，不会去怜悯这个孩子。这个对我来讲，为自己祈祷有点残忍，而他没有办法得医治的是那个恐惧焦虑的孩子。所以对我来讲，情绪非常珍贵，你一定不能真的，我要跟大家讲，情绪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上帝给我们的情绪是为了让我们有受伤的时候可以反映出来，请你不要把它除掉。今天一个遇到害怕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听他的害怕？是因为什么害怕？你如果听得懂的人，你就会为他的根源祷告，你不会为了说不要害怕而祷告。然后你的焦虑、你的担心、你的失落是什么？你会好好的讲的人，祷告就不会祷告的很快，说你不要让他失落，因为他的失落有个原因。他有原因，为什么不去探讨他的失落的原因，然后为这个失落祷告？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爱有没有那么细腻？有吗？所以，如果用这个册子操练的时候，我会希望你们先从最原始的，就是焦虑、恐惧。你如果有担心的时候出现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候。特别各种的担心各种。你知道担心每天生活里面有各种的担心，你知道吗？有的人会出门担心会车祸啦，有的人会担心孩子考试不及格啦，有人会担心说，中共会不会打过来啦，有人会担心，反正你们担心过的事情我是不晓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担心。那我有我自己独特的担心，我会从担心里面去探讨我的担心、我的焦虑跟我的生命经验有什么关系。如果让大家想想看，你最容易，就我自己的名字，我每次 Q 到自己的名字都觉得怪怪的。你最 easy 会担心焦虑是什么事情？此刻的你比较容易担心什么事情来？诚实一点没关系，你会担心什么？这样就好了。此刻的你，因为你的身份角色不一样，你担心的会不一样。如果现在孩子很小的，可能会担心他的什么成长顺不顺利，然后大一点可能功课，你们担心的事情马上想得到什么？都没有担心哇，有没有担心的事情？有，怎么都不讲一下，出一个声嘛？你会担心什么？健康。此刻的你会担心自己的健康的，有没有？有，还有呢？父母的健康的，还有吗？小孩的什么？会担心小孩子的工作吗？会其实你越诚实，越知道你的担心可以找到脉络的。其实我常常讲，我们可以操练看看，你如果担心一件事情你的祷告先不要求主除去担心，你的祷告可以承认你是担心的，说我现在很担心，这样就好了。我为了我的孩子很担心，那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他们考试怎样或者是担心他们没有好的学校或担心他的将来都没有关系，你担心什么你就祷告什么，但是目的不是为了求主除掉我的担心，是求主进入我的担心。这种祷告很重要因为为自己祈祷，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是他会写担心的话，然后名字放上去，求主让我不要担心嘛。
我不做这种祷告的原因是，这种祷告在指挥上帝让我不要担心。可是呢，我邀请耶稣是进到我的担心，去陪我看见担心形成的原因，因为我希望他从根源被医治。我陪很多人去找到更深的源头，诚实的遇见神。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大人，他在想，已经是那时候找我的时候10年前了。10年前那时候他才不到30岁，那现在就是快40岁。他快30的时候找我，现在快40。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他一直在30岁找我的时候啊，他来求助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不瞒你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不要笑我。”我说：“奇怪的想法就奇怪，你讲没有关系啊，为什么会笑呢？”他说：“因为我的想法都不想跟人家讲，别人都会有痴人在做梦。”我说：“什么你就讲嘛。”他说：“我奇怪呢，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世界第一。”我要成为宇宙最强的，不是讲那个哦，是讲高雄的那个，真的。我 Q 到他，他就讲说他想要成为世界第一，他最羡慕的就是像比尔盖茨，像什么，他以他们做榜样，他有一天一定要成为那里。然后呢，我说你有跟别人讲吗？他说其实别人听我讲一下都觉得我痴人做梦。牧师，你会觉得我痴人做梦吗？我说不会哦。因为我想知道有这个梦想一定有原因啊！这个梦想是不能被论断的，是要被听懂。我就开始问他：“你为什么要想要成为世界第一？你这个有故事的嘞，来告诉我。”他说：“因为我从某一个年纪开始，我就有这个梦想。”我说：“几岁？”他说：“大概在要考高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突发奇想，我一定要世界第一。”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我以前就是浑浑噩噩过日子，他在香港长大，浑浑噩噩过日子，混来混去的，然后就造成父母很大的困扰。你不认真读书，你做什么不认真读书？你知道你爸爸多辛苦吗？他爸爸就是在香港的，以前他们上一代逃到香港之后，他们爸爸为了工作又回到大陆去中国去工作，然后呢做很出众的工作。非常出众的工作，然后赚的钱就寄到香港，然后妈妈在香港就是帮佣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才买房子。可是呢，那小男孩根本就他不想有压力，所以他就是一天过一天，然后开开心心玩。妈妈就很担心他，就讲很多道理给他听，都没有用。可是到有一天，他爸爸生病。非常严重，因为他过劳，然后又做的工作都是会吸入一些会让他肺部纤维化的东西。然后他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开始逼自己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他就一直逼自己，然后就开始没有人要求他，开始逼自己读高中完以后，他就跟妈妈讲说他要到台湾来读，所以他就跑到台湾来读，然后他本来有更高的理想，想要读好一点学校，可是没有考好，所以他们要现在进修那个华侨什么先修班，然后再考试，然后他考到辅大，就在辅大读，然后他的心中就一直有一个渴望，就是他想要证明一些东西，他就是想要完成，然后一方面有很深的自责。要求自己，一直要求，然后要求到后来他会找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整个状态不好，也不好睡觉，然后自责又很强，可他心里又觉得我有一个理想要世界第一，你知道那种很交错的矛盾、交错的心。在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劝他任何事情。我真的是用心的想要听懂他，所以让我听懂了，我开始为他祷告他的遗憾，他小时候的遗憾。他其实有很多事情，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有很多的焦虑、恐惧，
是看到他很怕失去他爸，可是他要装作没事，然后他想要分散自己的焦虑，所以他其实用玩来消除自己的焦虑。他听不懂他自己里面有很深的恐惧跟焦虑，他用玩来消除，他后来才听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孩子从小他的焦虑没有人懂，然后他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除自己的焦虑，用玩用他的，然后后来才自责。他爸爸生病之后自责，然后到他读完大学的那一年，他爸爸过世。你知道他找我的时候已经是毕业几年，他整个的那个历程，从焦虑恐惧，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分散焦虑，到后来他醒过来，他觉得他要拼命拼死拼活的要证明，到后来他没有办法挽留他父亲的生命的那种失落跟悲伤，整个搅在一起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人的状态就不好。可是他也去教会啊。我从4年前陪伴他的时候，他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后来他开始看懂、听懂自己之后，他才开始安静下来为自己祷告，为他每一个环节祷告。10年过去了，当然他越来越健康，我看到他没有世界第一，但是他现在安稳许多，而且他有固定很好的收入，但是对他来说，他持续，他告诉我说，我还有很多部分还是需要诚实面对。但是我跟他讲说，你就等着有触碰的时候，有碰撞的时候，你不必刻意去挖，碰撞他一定会出来找你。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出来跟你叩门说我不舒服了。那我们的想法，第一个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要了解我在不舒服什么，我是想要祷告赶快过去呢，焦虑赶快过去，失落赶快过去，愤怒赶快过去。通常不只是我们这样对自己，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所以只要有人告诉我什么，我就赶快希望他赶快不要这样子。我们会想办法消除掉他的症状，那这个部分就失去了好好的为受伤祷告的机会啊！我常常讲说，用那个圣经的那个比喻哈，不是比喻那个圣经的，不是有一段记载说，整夜门徒在下网捕鱼的时候都捕到鱼嘛，然后后来耶稣跟他讲说什么，拍到水深之处，然后讲下，就一下去怎么样？哇！一网啊，然后网子差点破掉了呢。啊，那个图像一直都在我的心中，因为我陪伴这些人，我都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水浅的地方一直在下网，我们在很多我们的现象里面想要寻找上帝，我们在很多的以为我们很虔诚的为交托在求神医治，但是我们交托的都是很表浅的东西。让我家庭关系好一点，让我可以有温柔一点的态度对我的孩子啊，让我怎样，这种祷告都是比较表浅，因为这个东西都是生命受创之后的结果，你却在表浅上叫自己改变，而不是说主啊，我要重新得到新的生命，我要得医治。所以当我陪这些人下网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他才知道，哇！那个网子快破掉了，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等着我去跟神求。如果我们知道为自己祈祷是真的很深的进到我们水深之处去相遇的时候，你就不会急着要处理现在有什么冲突就赶快祷告，什么冲突就赶快祷告，什么不舒服就赶快祷告。其实我刚才问大家说，你们会为自己祷告是在什么状态？你如果诚实的，你就会知道。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水浅的地方在祷告，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啊？就是你很认真哦，我没有说你不认真哦。可是如果人际关系冲突就为这个祷告，然后生气了就为这个祷告，然后什么难过就为这个祷告，然后焦虑就为焦虑祷告，那不就是这样的教导？可是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水浅的地方一直在下网。可是你知道，你找不到源头的原因是，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各种的失落，它会一直
一直滚雪球。然后如果到后来的结果是呈现出这个样子，我就叫他改变。比如说，父亲做一个父亲，如果对孩子没有耐心，请问他如果看你的某些行为他不满意，他就骂你。你在旁边看到，奇怪，这也没有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他怎么骂他？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啊，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旁边的人，你会希望怎样？要不要改变？这个我们要不要改变？那你就会开始怎样？想办法让他怎样改变？用温柔的劝告，然后这个不行呢，再用严厉一点的去恐吓他。你这样子会让孩子没有自信，你知道吗？那你以为这样子的恐吓或温柔的劝诫，会让这个父亲突然觉得感谢你哦，我从今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会吗？几乎我们说行为，现在怎样？你在喜欢看的？我遇过很多家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陪伴过很多的人，真的遇见了真实的自己跟上帝，透过为自己祷告，就这么简单，为自己祷告。不要小看为自己祷告，因为很多的世界，它是下到水深之处，是连我都意想不到。不要小看，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我曾经陪伴过一些人，我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是简单的把我听懂的祷告，但是他重重的被神医治，很深的被神摸着。这个完全不是我可以做的哦，因为我能够做的只是用心听懂他，然后带到神的面前之后，神对他的医治是只有他能够去感受。有的时候我陪伴人哦，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在听故事啊，通常别人在听就是找到一些可以安慰他或鼓励他的点，就很快多一点的去告诉他说，其实你很棒啊，你这个很好啊，怎样？特别是现代流行的諮商的方法，就是用叙事。你们听过叙事吗？叙事疗法啊，或是焦点或叙事，大部分现在非常流行后现代就是用叫叙事。叙事就是让你，我简单讲，就是你讲故事哈，讲你的故事，然后我听到比较正向的、比较好的，我就会定格，然后一直问，然后一直跟你夸奖，一直跟你肯定，肯定到你的里面那个好的部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相对的你的不好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看这样知道那个比例原则吗？那有的人因为他们的想象是说，你每次在复习你的不好，所以你的不好才会这么多嘛。那你的好变得很小。那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反向操作，我让你的好变得很大的时候，你的不好就会变成这样，相对什么少。这不是只有在教会外，教会内也会做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抓住他的好，一直跟他赞美，一直肯定，他的好的经验就会越来越多，他的不好就会越来越小。我们就以为这样的人就会健康，是不可以的，因为好不能让受伤得到医治，这是两件事情。我今天遇到一个受伤的人，他在哭啊，很痛啊，我知道他那里受伤，但是我不希望他一直看他的受伤，因为一直看他的受伤哦，就只有一直看他的受伤，很悲的，我要让他正向一点，我就开始说什么？其实某某某，你不觉得你另外一边很健康吗？而且你知道吗？你好强壮哦！你看你这手这么强壮，来，我们试试看。我肌肉很多，然后告诉他说：“你试试看，动动看，哇，好美哦！”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你不晓得，你这边那么健康哦。然后到后来说服他说：“你看你这么健康的人，你在抱怨这个小的伤，算什么呢？”你真的不要笑，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帮助人的，你还笑？就是我们常常一直夸奖他，然后想要让他不要专注在他的痛。可是对我来讲，我不做这种事情的原因是，我专注在痛的地方，不是为了要可怜同情你，我是希望你在那个地方遇见神。所以当你有一次遇见神的经验，你就不会一直回到那个地方去讲你多痛。一个人
会一直像转盘一样，那个唱盘一样，一直讲我好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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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从来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他会一直我好辛苦，我好辛苦。那你叫他不要看这个辛苦去讲别的，他的辛苦依然在。我的方式很简单，辛苦吗？多辛苦？来，你告诉我怎么来的。然后从几岁开始就辛苦？你告诉我。因为我们的主是他的爱是可以穿越时空的，他的爱不会只有现在。来，告诉我，你从小的辛苦是什么？我希望耶稣能够在你最苦的地方陪伴你，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当他可以在他最深的地方遇见神的时候，他的对爱的经验就会从那里开始。他以后就不用像转盘一样又回到说，你知道我以前多痛苦吗？讲这种话的人，就是那个痛苦从来没有被懂过嘛。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到一个年纪，他一要讲他以前多痛苦的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被医治过，他都是被劝导，没有被医治。所以你看，现在是听到这种人在讲说，你知道我以前多痛苦吗？请你不要劝他，接住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3天3夜都讲不完，对不对？来讲一个来比方解。具体一点，来，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比较具体的。你常常在讲说你从小多痛苦啦，来讲一个具体一点。来讲一个具体。然后讲完之后说，你知道吗？我听到你讲这个痛苦，我很希望他此刻就能够遇见神。我要为你祷告。我很深的相信，神就在你最痛的地方，他一定会医治你。而且这个痛医治的时候，他下一次找我绝对不会再谈这个，你相不相信？他以前已经可能20-30年在讲这个，可是他从今以后遇到我就不讲这个，他会讲另外一个，因为他可以越来越好。他为什么会笨到去讲那个已经得医治的呢？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一直重复吗？因为那个地方不得医治。我讲一个故事，如果你们有听过古赛，听过了，因为太多地方。我说这个女人的故事要被纪念，真的要被纪念，因为这个女人，这个姐妹，她找我的时候，我50岁，她60岁，就是10年前的事情了。她找我的时候，她是吃了30几年的那个忧郁症的药，然后已经都没有效，她就告诉我说，医生已经说这是最重的剂量，不能再加。然后他说不是医生不是说放弃了，就说我已经没办法了，你要去找牧师好了，因为那时候我是协安中心的主任，不然你去找牧师看看有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基督徒嘛，他说你去找牧师看看他，然后死马当活马医嘛，就推给我，然后他进来的时候就说，是你不要再问我有关我先生的事情好不好，我已经哭了30几年了哦。每次去到一个心理师那里，就要从头讲起，然后再哭一次。我已经哭到快没。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吗？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不是2个发誓，是一个事实。我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故事讲给多少人听啊？哈，他说，我这个故事讲给什么每一个心理师我都重新讲过啊，可是哭一哭就不会好啊！你看越哭越严重，你不要再问我了啊！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听我的话？我讲一句话给你听，公道话。他说好啊，你说说看。他说如果一个痛哭对的话，他不用哭到2年，所以你哭30几年还不会好，就表示你哭错了。他就吓一跳说啊，你是第一个跟我讲我哭错的人，对啊，我们可以乱哭啊，然后我们可以找错的点去哭啊，哭不好的，你乱哭不好，好好的哭你同样这件事情哭，然后被懂，哭被懂，我跟你讲，你哭2年你就觉得累了，你就觉得就被懂了，我还要哭什么？他就突然看了我一下，说你是第一个这样跟我说的，你说我哭错了。我说对啊，因为我听你讲说哭了30几年都不会好，还越来越严重，表示你乱哭啊，你哭错重点，你们常常画错重点。然后他说，那你说说看，他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哭？我说你要先进入到你最深的痛，你为那个哭，
你就得医治，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他说：“可是我怎么知道我最深的痛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啊，你告诉我，你不要告诉我先生的跟你之间的关系，你只要讲说他让你最痛的点是什么？”他说：“那个最痛的点叫做背叛。我白手起家跟他一起拼，他到有钱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失踪，而且是跟别人跑掉，我不知道是跟谁，然后就没有联络了嘞。我只隐约知道，后来从孩子的口中，因为后来孩子有跟父亲联络，然后他说他就跟人家跑了这样。我说哦，所以被背叛，就是你跟他一起很辛苦，你付出很多，结果后来他爱就是远离你，对不对？他说对。我说这个重点很重要，你终于抓到重点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很努力而爱你离你很远，这个叫背叛的话，那我要问你，它只会发生在婚姻里面吗？你告诉我。他说应该，我这样想起来很多都是这样。他就讲很多，我很努力的时候，可是爱好像都不会靠近我，都会远离我。那我说你讲的最具体的。你很努力，可是爱离你越来越远。我这样讲很清楚因为跟他的经验很像就是说你越努力，但是爱离你越远的背叛，你讲给我听，你会想到什么？对一个受伤的人，他如果是诚实的，他马上就想得到，他就马上跟我讲说：“牧师，我知道，我讲给你听。”我说：“你想想看，跟谁有关？”他说：“跟我爸爸。”哎呦，感谢主，他一下子就开到水深之处，我真的是有点吓到。就整个就水，跟我爸爸，我说怎么一回事？你讲一下。我说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带领也太快了。我本来想说可能要一般都嘛是谈6次到几次，我第1次呢，跟第1次谈他就吓到水深之处，有点吓到我了。我说是跟爸爸。你可以讲一下吗？我本来期待他是讲什么跟男朋友啦，什么跟他同学啦，跟什么跟老师，就他一讲就讲到跟他爸爸。我说你说说看。他说我从小是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然后我是唯一的女生。我从小就知道我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从阿嬷、从阿公的讲都是在讲那个顶孙啊，或者哥哥或者弟弟，就从来没有期待过他。他说查某囡仔以后就给人啦这么恶你给他出门要他乖一点就好了。他听了，你觉得他会开心吗？不开心。他的求生之道就是 OK， 你不期待我，但是我要做到让你期待我。所以他就开始认真努力读书，就开始读。哇，全班第一，全校第一，在我小的时候全校第1名毕业。你知道这个爸爸跟他讲什么吗？哎呦，第5位那一背就够了，猪不为到狗啦。你看他这种有没有价值？没有，不止如此他就吞下去。然后爸爸就跟他讲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读书，一到5关起我说那我送你去都市读书。”哇，他是期待爸爸把他留在身边呢，要把他送到都市去。然后呢，都是寄居在那个亲戚来住，每一个礼拜都要回家的时候，要回去读书的时候都哭着回去，在火车站哭着，就这样3年。他想说，我还是要很努力，看父亲会不会有一天以我为荣把我找回来。他全校第1名毕业，国中。再送你更远去台北读高中，北一你知道他越努力，爱比他越什么？越。哇，他真的说到这里的时候，快说不下去。他后来就讲，然后说他整个历程到后来他就说，那大学就更远了，然后嫁人之后就跟爸爸越来越远。他说到这里就开始哭呢，我就看着他哭。我心里替他感到高兴，他终于哭对了。我在他哭完以后，我带他做一个祷告，我说：“你听得懂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医治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主啊，这个孩子这么辛苦的努
励，可是爱离他越来越远。我就做这样的祷告，然后他在祷告当中很简短的祷告，他也哭一哭之后，突然没有声音了。我说祷告，他前面哭一哭，怎么没有声音？然后就祷告完以后结束，我说奇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看着我，我就看着他，他就一直笑。我说你在笑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不是，你有看到吗？我说我看到什么？他说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你没有看到。我说没有。他说我经历到什么？上帝不是，就是经历到一个，就是躺卧在，就是坐在青草地上，然后呢有溪水旁，然后呢有树林。他说整个的流畅那种亲情的语话，他觉得舒适无比啦。你知道这个祷告过程里面，我都没有祷告说什么求你把他带到什么境界，我只说主啊，他觉得好痛苦，他好疏离，他哭，好了，然后就笑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姐妹最棒的地方是，我就跟她讲说，你看啊，你开始哭对的时候，其实神是可以医治你。说你现在是想到在哭没有关系，在祷告哭祷告，然后我大概3个礼拜会见一次面，就这样半年的时间，他越来越好。那每次1个多月好了，我就说好一点，他说你可以跟医生说，他就在减药，减到半年之后剩下半颗的安眠药，吃了30几年的忧郁症的药，剩安眠药半颗。医生说在假心安假心安你讲在这个3年后再来，他医生就跟他讲，3年后如果没有发作，没有什么，你就不用来找我，你可以自动停掉那半颗安眠药。然后他回来很开心的跟我讲，我说那比照办理，你也可以不用来，3年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再回来。你知道这姐妹还开心的走了，然后真的如所约定，3年后他回来找我，他中间都没有再来找我。然后他为了要告诉我好消息，他说那半颗都停了。然后他跟我讲说，我终于知道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看到自己受伤的，可以为自己祷告是多有福气。他跟我讲说，他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孩子要结婚的时候，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他来找我3年后，他说前不久他孩子结婚，给他一个要求就是爸爸可以请爸爸回来嘛，因为孩子都有跟爸爸联络，只有他先生不跟他联络，因为其实他后来先生下场就是蛮落寞的，所以他也没有脸去再联络他的太太，所以都失联的状态，只有跟孩子有联络。他就问说：“爸爸可以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你知道他说：“我完全没有考虑，就是可以啊。但是你爸爸为什么不能？”然后就爸爸就在那天就出现，他看到一个落魄的老人，他说：“他居然没有恨。”他也没有为了让他回来哭都没有。他说：“因为我现在只知道一个很辛苦的老人，一个受苦的老人在那。当然，他说他的心就是知道自己是健康的，所以他不再去不会去记恨。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听这个故事，他就像在演一出戏给我看。其实我们的生命不用刻意去装好。”他就是很诚实的活出他的样貌来给我听。我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一个经历，就是原来上帝要给他的一个医治跟爱，不是我可以想象。但我的任务是希望他真诚，但是医治呢是来自于神。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没有大力的想要去安慰他或鼓励他，或是加油，都没有。我说你的受伤诚实的跟神讲就好。所以我陪伴他那个半年的过程里面，我经历到他去想到很多的，除这个故事以外，还有很多故事，他都讲给我听。那慢慢的，我就为他祷告。那我要他回去也是比照办理为自己祷告。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说，原来为自己祈祷是要更深的去看见我们
长久以来都有一些失落跟受伤是我们忽略的，然后长大之后被踩到之后，我们才去怪身边这位人，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误会很大，辛苦很久。如果你知道原来为自己祈祷，你也很矛盾，试试看，这3个情绪的操练很重要，试试看。如果你遇到一件事情让你焦虑，你的祷告就是先承认，主啊，我很焦虑，我对这个事情很焦虑，但是下一句的祷告不是求你让我不要焦虑哦，我诚实说很焦虑，但是主，我想遇见真实的事情，为什么我会对这件事情这么焦虑？我想要认识我自己，求你光照我。神会开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恐惧、焦虑会跑出来，然后就在遇见那个比较深层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求神医治。这个很重要，这个不快速解决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需要时间跟空间，让那个受伤可以有愿意出来。因为我们压很久的，不是一次就会出来，它有可能1次2次都没有关系，不要强迫它出来。圣灵在对的时间会把它带出来，所以我也不认为说我们每次祷告就一定马上要遇见。可是你有可能，你这次祷告，你想到的是国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你就为那个时候的自己祷告。有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又发现好的时候又更深的看到你更小的时候，你就为那个时候祷告。神会一直把我们带到我们最深的受伤。好，我听到一些故事其实有人还记，最后祷告到后来还可以记得住幼稚园发生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听到这些故事，在告诉我说，他那时候有多害怕、多无力、无助。其实我听了我都会心疼，因为我觉得一个愿意这样告诉我的人，他一定是受过很多的苦。但是对我来讲，人会有痛苦的记忆，是为了有一天被医治。这是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的，他跑来跟我讲说，那是我终于知道人为什么上帝要给人有记忆。因为他等着有一天被了解，可是我们却常常要抹掉自己痛苦的经验，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有人懂，不可能有人会医治，所以我们就自己把它 delete 掉，把它消除掉。但我希望，如果容许神的医治在我们当中，不要随便去消除掉你的记忆，因为你的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被懂的时候，神的爱就会进去，在被懂的时候。那这个操练，我希望我们常常练习。原则就是情绪来了，不要马上除掉，不是为了情绪的消除而祷告，是为了承认而祷告。我有这个情绪，然后呢，接触这个情绪之后，才讲说，主啊，我想要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如果可以的话，让我知道，因为我需要遇见你，我需要得医治，我不要靠自己。这样的祷告或许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告诉你，操练起来，它的益处远远会超过你想象。所以你知道，小小的一个改变会带来很大很大的收获，是我自己经历到的。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要很努力的祷告，要很认真的祷告，神才会听得到。后来才发现说，听不到的不是上帝，是谁？是自己听不到啊！神要医治我，但是我却一直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求嘛。可是如果我只是交托，那重点是求神开我的眼，开我的耳，去听到我生命经验当中那些受创的地方，然后我可以诚实的交托，我就会得到医治。所以等一下我们4点的时候，我会带大家做操练，做操练。但我们在做操练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当中应该有的不是基督徒的至少我认识的昨天是第一次来教会我真的很希望说，你们可以在这个经历当中，你可以试试看，上帝是可以被挑战的，就是你容许你自己把你的痛就祷告给上帝，去经历他要给你的医治。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真的要讲，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好多的经历是带着不是基督徒的人祷告。以前跟我协谈的人，我都会邀请他们说，谈完之后说，我没有办法医治你，但是我的上帝可以，你要不要容许我为你祷告？所以他们10个里面9个都会答应。找我的人不是都是基督徒至
少有80%都不是基督徒，因为很多转介来的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会让他知道我是牧师，我不是諮商师，所以我不受諮商师法的约束。我是做心灵关怀，所以我可以有宗教的仪式，我会尊重你。如果你愿意，我会为你祷告。所以我会有好多的不是基督徒祷告。那有人因为这样子，他遇见神。我要说的是，不要以为才会遇见神。他就算他从来没有跟神祷告过，可是他愿意的心只要一打开，他就遇见神，因为神在等着我们开我们的心门。所以你看，4点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的操练，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好，希望可以好。